禮公聽法第26。復次亞難，十方世界諸菩薩眾，為欲瞻禮極樂世，皆無量壽佛，各以香華幢幡寶蓋，往詣佛所，恭敬供養，聽受經法宣，報道化，稱讚佛土功德莊嚴。爾時世尊即說頌曰：東方諸佛剎，數如恆河沙，恆沙菩薩眾，往禮無量壽。南西北四圍，上下亦復然，咸以尊重心，奉諸真妙供，唱法和雅音，歌歎最勝尊，究達神通慧，遊入心法門。聞佛性德明，安忍得大利，種種供養中，勤修無戒倦，觀彼殊勝剎，微妙難思議，功德普莊嚴，諸佛國難比，因發無上心，願速成菩提，應時無量尊，微笑現金容，光明從口出，照十方國，回光環繞佛，三雜從頂入，菩薩見此光，即證不退位，時會一切眾，互慶生歡喜，佛語梵雷震，八音唱妙聲，十方來正視，吾悉知彼願，志求嚴淨土，受記當作佛，覺了一切法，猶如夢幻響，滿足諸妙願，必成如是剎，知土如影像，行法宏誓心，究竟菩薩道，具諸功德本，修成菩提行，受記當作佛，通達諸法性，一切空無我，專求淨佛土，必成如是剎，聞法樂受行，得至清淨處，必於無量尊，受記成等教，無邊殊勝剎，其佛本願力，聞名欲往生，自志不退轉，菩薩興志願，願己國無異，普念度一切，覺發菩提心，捨彼輪迴身，俱令登彼岸，奉事萬億佛，非化諸剎，恭敬歡喜去，還到安養國。